来关心新德县的农业处受到农民反映，讲最近拄捕田插落去的鱼仔受限害，加强风的影响，大部分拢已经冷去啊，损失是真惨重。新德县的农业处即马正在清查损害的状况，要争取救济补助。无偌久进前，接拄野的鱼仔，即马煞拢死了了啊！新德县新丰河口地区的田园，2月初以后准备捕田，却受到寒流影响。 佮加上新德风较透，这站大部分的鱼仔拢冷去啊。往年的在3月1号到跟那个3月1号附近差了。3月1号附近差。今天确实有比较，3月1号旁边有比较冷。这个风是一个最大的关键的问题。冷其实不会对秧苗作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寒风把那个风大把它的水汽带走。那我们农民来说的话，做 放水的动作，像你看现在的风非常的大，然后我们这样子放水下去的时候，它没办法维持每一个田底的平均的水位，所以说它没办法做御寒跟保湿的作用。农民讲，就算已经根据阴田来替鱼仔保温，不过同款挡袂牢透风甲寒害，而且其实全国各县市拢有出现同款的状况。了解一下实际一个的一个灾害的一个面积啊，还有到底是发生到什么程度啊？陆陆续续也接到公所一个回报，我们会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规定启动天然灾害救助的一个程序啊。目前农业处正在清查农民的损害状况，争取救济经费，希望来帮助农民更加损失。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